荷里活道係香港開埠後第一條街道，比美國荷里活成名仲早近70年。從早期嘅軍事幹線到華洋共處嘅權力中心，如今更成為工商鋪投資最吸睛嘅文化商業金礦。喺2024年，佢嘅價值再次被世界認可，榮獲英國 Time Out 評選為全球第2型格街道。呢度有中區警署活化而成嘅大館，創意地標 PMQ， 加上全球最長嘅半山扶手電梯貫穿其中，荷里活道已經從單純嘅古董街進化成全球遊客與高消費群體嘅必經之地。呢度擁有獨特嘅東商西舊雙重紅利，東段緊鄰中環 CBD 同蘇豪區，以高檔畫廊、特色酒吧及米芝蓮級餐廳為主，人流與消費頻率遠超想象，租金穩定，係長線收租客嘅最愛。西段傳統古董街氣息濃厚，古玩店同新興古着文創小店並存，入場門檻較低，但受大館同 PMQ 文化效應影響，升值潛力巨大。未來仲有3大動力推動持續增值。第一係政府文化活化，大館、PMQ、中環街市串連成文化三角，人流由中環核心向西持續引導。第二係旅遊消費升級，香港旅遊復甦加上留學生大增，體驗式消費需求將更強勁。第三係市區重建熱潮，由於區內唔少樓齡逾60年嘅舊樓，所以重建價值極高，而發展商更積極收購全棟舊樓，可以轉型精品公寓、學生宿舍或者銀座商廈，帶嚟新消費力與租金上行支撐力。2026年趁減息週期加上香港旅遊復甦，正係佈局文化商業資產嘅最佳時機。荷里活道值得你留意。記得 like 我哋條片，訂閱我哋美聯工商鋪 channel，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